家自助爱情好不舒强服哦，听我给侬，听我给侬，听我给侬。你凭什么头发这么漂亮，凭什么住？是你讲怎么会煮出来吗？因为怕会弄坏啊。对啊。油烟这样总得他一般在家里的时候，这整颗头会拿下来啊。还有，翻面拜托，应该是要翻面的时候才叫我，对，翻面的时候才叫我。才可以表现一下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拜托一下，可以帮我冻结时间吗？冻结时间。冻结了时间。一变唔过了，哇，想怕会删的嘞，一变唔真没有办法。冻结了！ Hello， 各位天視機前面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楊淑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我係鍾伯強。今日同歡喜又來到台中亞島 V 耶。其實呢，台中亞島 V 啊，有幾個是亮點的客家聚落哦，有哪些地方呢？比如花公哎呀嘅董事啊、沙公啊。哦，都是我都有去過的。對，有去過哈。不過還有哦，其實呢，都在台中的平地的市區當中啊，也非常多的客家人。你莫講嘅唔掂，我還以為台中市其實有逢甲夜市一中去聽聽嘅。對呀，你就小屁孩。對呀，我就只去過沒有這啦，兩個。好啦，來分享到今本年評審欣賞，出現了分享到係李志龍李師傅。你好，李師傅各位你好觀眾朋友大家好。還有凍醬嘅劉雪玲劉師傅。歡迎。觀眾朋友大家好。今面我主聽嘅是崔馬上去看一下。好。好，等一下打開了觀眾朋友嘅菜色一下，今面我主聽嘅料理咯是出嚟嘛嘅東西咯。哇，浮誇，這可以生吃退火。真的嗎？你可以吃吃看。好啦，我等一下我愛跳神，我大家菜色一下，該豬肉啊、腐瓜啊，然後今面我煮埋嘅東西咧。就凍簡單嘛，那又豬肉又有腐瓜，哦，哎，你含了又拿出來。因為有點苦。清涼降火氣的東西呢，省哦沒有。對啊，最近不都長痘痘了嗎？不你發現啊，我係青春期呢。對啊。好啦，今日我要做嘅料理是腐瓜炒肉片。腐瓜嚟炒肉片咯。沙灘好嘅呢，來分享到今日嘅鹹水炸，風吹嘅來分享到嘅係一個今年節分享，還有銀髮節分享。放讓。兩個兩隻牙兒分享。還有非常漂亮哦，兩姐妹表姐妹哦，中上放讓林培榮啊，夠球榮。好漂亮哦！我有發現還有一個青春期的在這邊。哎呦，現在還在長高哦。是。好了，來看到我兩片銀髮節啦，我的第一位恩師黃瑞珠老師是好朋友，對不對？你估錯你咩行你情商？咁今年節，今年媽媽啊，你本單係本身係做乜嘅？條路嘅咧？是農家人啦，啊，我是做菜，咁一個厲害出去團圓做啦。哦，會出去團圓做嘅。做攀做嘅呢？哎呦，我說啊，給你不一樣。不一樣啊，會較好上。好，顧錯有心情嘛？有，加油啊！加油！哦，唐英講話我嚇到有冇？厲害了。嘿，佢龍山妹係姓上哦。哦，係馬嘅姓上。那係客家新傳師啊，拜託搞幾下，咪幾真嘅冇金鋪，有用來晒，用講我不用關的啦。來講吸煙。哦，圈做的，圈做義的。工嘅係以前係強哦。會啊。對。哦，好啦，等一下慢慢交流啦，吼。好。我猜想一下，培榮姐吼，你猜他是什麼老師？這樣子看起來應該是美式足球，沒有，或者教人家怎麼長高。應該係馴獸師。這是馴獸師啊，錯。你可以教嘛？教識我誒。哦，訓，搞生意的呀，這蠻有道理的。貴小哦，貴小。對，貴小。幾年級的？國小1到6都有。哎呦，那對付我這種小屁孩的話，應該蠻有2把刷子。這個就直接就是放生就好了。哦，直接學無處發展。對啊，對。好啦，今年的龍山老師哦，來比賽哦，總得輸哦。好。有信心嗎？有。哦喲，馬上來健康體育館來比賽咯。木卡好明星，
大家家庭都有算是自家嘅好秘辛，两嘴的寒天嘅时间地度做出滋甜嘅菜色。原来是雅布卡嘅较上瘾，也是雅布卡嘅秘辛好呢。比赛会由两嘴嘅小嘴长先开始，准备拿出雅布卡嘅好本底料，一家之主上菜嘞！哇，好，老师的大对决，哎呦，信上到信上嘅对战嘛吼，真的。今天我落去搞马街，我来教你嘅开菜拳。如何回吹天？对，还有我的半强项，你什么嘿？你就是过了桃园之后就没有再赢过。我的半强项黑攻，这个剪刀石头布黑矮强项，啊回吹天美矮嘅强项。 OK，好，刚刚他用来分配棒次呢。哎，英法记，你要老这届高压还是老压给小朋友？应该这样讲，你想要抬头还想要平视？係攞幾號咧？哦，你想要抬頭係係啊冇？哦，等一下我要按樣搞。邊個先來？好哎，OK，呦好，好，我看清楚哦吼，讓人加油一下，耶！好 OK 漂亮，箭頭三條，不，你看，你是當然吼，拳王啊吼，哦，一家子住愛清強，強不強？強唔強？強不強？強唔強？強不強？你看，耶！没关系，连韩美最好看的，因为我跟你讲，他们两个在休息室玩到尖叫。我有听到。好，来呛了，来来来，往前一点。加油加油！来，箭头三條布，一家子住愛清強。那怎么辦？那你對張博謙好了。哦，加油加油！好箭頭三條布，你不要嚇他。怎麼在講連勁啦？哈，布。哦，來先開始哦。一家子住愛清強，強冇強？強冇強？強冇強？这一期肯定会很嗨，真的很嗨。太嗨了！啊，助吹啊！好，記得先開始，條體就觀眾。我都唔記得用嚟做。来，好，第二篇呢，你要先開始哈。好，兩個姐姐哦，當然要先做第一棒。我要做什麼？我要先做什麼？然後怎麼？可以先切嘅苦瓜副瓜，我不要再切肉的。都唔驚你哦。哎，帶去打斗味要加分吧？哎呦，走對要吧對。要怎麼切？切到三滴，哎你好，走得快些那哦。款是基石啊切。蟲咧，切蟲咧，先對半嗎？嘿，好，繼續開始。唔怕啦，先對班啦，對班都做得。先對半嗎？先對半，把那個籽挖掉，是不是？哦，它因為該弄，誒，副瓜我副會易啲咁咯，所以我嚟弄會掛體啦。來先對半嗎？係，做得，切對班嘅時候切三。要苦瓜你吃較重講要三對係嘛意思？啊？吹是從中嘅。哦，我想說你什麼都自己種的就加分哦。來，有沒有自己種？好，來第一第四。切薄片嗎？切泡泡嘅，這樣子嗎？切東泡。哦，哦，我切婆婆，誒，你切婆婆沒做得小。誒，安尼切。你上节目记得放票你。安尼講，我切婆婆，結果你切泡泡啲鐵動物嘅用藥，很難我感覺呢。兩個動定一下，通錯。好，問問看，用用看你的刀子會不會不一樣？哦有沒有？用習慣用的多的哈。 8、今天時間怎麼過那麼快？ 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唔怕啦，唔怕。好啦，那你們先休息一下，抽兩下，我就笑一下，就給表演笑一件事情。我笑幾分鐘哦。好，休息我下。笑幾分鐘總得聽哦。好，走了。先嚟走馬街。哎呦，等一下，我哋咩做肉片哦？梗係鹹豬肉哦。哦，這個會贏好耶，搶先贏。先加分咧，先加分咧。哦因為他吃重鹹，我知道。加當那獎咩？我先來做什麼？應該先來做馬街。切苦瓜，咩苦瓜？係啊用乜嚟切？切對半啦，對半先切的哦。係啦，哎呦，每一起剛才多了當哦。然啦，啊，有些加分呢。加分。加分。好，計時開始。哦，該挑木也先切頭到。你不要再切太大節了。哦，一係切家種嘅苦瓜哦，你自己種的苦瓜。係咯，嘿，誒，
爱讲真紧哦。紧紧的哎哦。呦，你的 baby 呢？等一下挂体入去哦，看我用买来切。斜切，斜切哎，哦，喷喷还有泡泡，较薄的诶，较泡底哦吼。唔是冲泡。还用做对吗？走的。那薯贴蛋，钟宝强，嗯，薯贴蛋的切。八、贴点哦。 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停手。哎，做得很好，倒底不啦吼？嘿，嘿，俺讲到几条皮啦吼。嘿，怎样挑战学姐吗？流汗呢，流汗呢，冻条。俺三忙，俺三好忙。计时1分钟，向下来向下来做做。吼。计时抢开始。好，向下做，向下做。我会买个卫生纸，吹到，吹到，买个吹到，因为时间闲。来，微调一些。哎，任挑任选做搭配，来。切一半，切一半就好，切一半就会啦。太多的啦。我用啥用的整标哦，不用做整标这没有。盘的哦。就炒一盘之后没黑嘛。嘿，嘿，我带转椰花，最后给它炒一盘。7、继续，继续，继续。 2、还会切毛名字吼时间到。这边可以，这边可以。刚蒜挑到开始做了葱，对我现切吗？辣椒，我们要穿烫啊，可以啊，所以有煮诶，这样好像太少哎。蛮滚。用少了哦会滚还不是？啊，它会缩水是不是？对，我们先过去，等一下当豆正了。你用下强下架就我们就一直做吗？对，可以一直没有做。休息。好，切好快哦！可以啊，你刚刚有 sale 吗？我们调资料画面哦。也没动力花哟。哎，你这个浮夸又点呛呛的哦。可以啊。看我们妈妈很厉害耶！跟他做向下做，也给木头还可以啊，已經捏嘞。差唔多誒。因為也做唔到向盲鋪邊嘛吼。好。那个酸条先不用用。哎哎，都是谁想到要放虾仁呐？也没了。哦，因为他应该是瑞珠老师有跟他说我喜欢吃虾仁。耶。耶！炒肉炒虾仁也可以呀。也都先炒一下，炒冰用一下都好嘞。這片有通過也唔是通嗎？也唔是，我喝猪肉这样。那个副瓜冇香用啊。哦，也种较甜。真嘅哦。哦我哦，們是甜等一下苦瓜。等一下学看 style 哦。好，好，大家當都進來了哈。好，冇好问，题。也給一般的豬要給副瓜時，講真嘅呢，要去苦味要先煮過，是不是？其實還是冰可以鎮？了，可以了。可以了。濕糕冇咁苦啦，但是你用油去炒嘅苦瓜會較有口感。切切。哦，而且你們倆都切一樣的東西耶。哎呀，就是我懷疑當中有一個人是不會煮菜的。那我们来猜。預備一起講出名字哦，我確定一下名字。好，好，1、2、3。有没有咸味？分享一下。忙。你試下試看。剛剛有咩？應該唔會啦。我觉得很棒了。我是哦。1、2、3，笑容。佩蓉啦，佩蓉姐了，他會煮吧？那款笑容姐也會煮啊，你平常頭髮這有煮嗎？麼漂亮，平常沒煮，是按你。讲怎么会煮出来？黑嘛？因為怕會弄壞啊。對啊油煙這樣子，我們得他洗一般在家里的時候，這整顆頭會拿下來啊。還有，所以答案係馬莎。哎，不用擔心。這就好。哎，對呀，一開始知道是他按。你做的哈。高叔妹出汗啊，對，哦切吹起來出我汗。還有比神緊張啊，伊啦，係嘛？唔是緊張，你把時間都拿去長高了。你怕會太爛的哦，嚇，對這樣啱啊！太爛的啦。誒，這樣煮這樣叫的做樣叫對啊，唔怕啦，苦瓜濕糕條打炒起來都唔可以用。唔會出它有對夾嘅油，夾嘅米絲啦你，嚟夾木卡。不過我看秋蓉姐哈，哎，既然有懂優秀，很溫柔，還是要很殘忍地提醒你一下，哎有時間的限制哦。哦，給夾給你啊，夾，慢慢來哦，我懂你倆片哦，我要讓你做主。做乜㗎？攞來做哎因為培條做咧先逼點落喲。好，我們先過去。佩蓉姐也給培條做咧夾點落。好，我們先過來這邊。油皮都香米嘛，哦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看應該先。要先用醬哈。哦，你是先滷過哦，有先放什麼？
刚刚你们的肉，有油，哎，给下鹽咩要攞佢先煨下粉哎嘅，呀，它就雞完全冇糖講哦，它要全部放哎，米酒好誒。調酒，所以我們這一道呢是海陸總會哦。耶，海陸大餐呢？我已經發現，我問下哦，那個蝦仁剛好有加那個太白粉，係咪？因為要先給它裹粉，它才不會縮小，是嗎？係啊係啊，好，我們等下回來。好，冇問題很。香。大了嗎？有皮都香嗎？別解下下香咧，別解一下哈。別解下下香。咁講係咪因為要加鹹豬肉咧，所以加鹹鹽吼是唔是的。對對。哦，所以我嘅油壓出來，所以要等你炒一副瓜。所以我們這個等我捉到嘅鹹豬肉嘅香味，和甜味。冇買嘅鐵皮嘅挑梅啦，吃那個苦瓜的自然味。我覺得兩邊都很厲害，不一樣的味道哎。對，先放啦，先放這個。啊？哎，你唔是太鹹沒有？上色係嗎？對。主要係上色啦。有沒有鹹味？歡迎一下，忙望住個鹹梅，慢咪咪啦，啲鹹豬肉嘅鹹梅啱啱出來啦，那講太鹹啦。應該唔會。所以你自家試看，感覺有咩？應該唔會啦。我覺得很棒啦。哦，欣賞感覺凍好了，好，兩不會太邊都好了。鹹啦。寫俾凍好看。好，你看佢種盤哦，種咗醬哦，放瓊蓉醬你有哦，它呢？盤喺度雞片，哦，用力啊，油8、7、 6、 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打水出來試試看啊，立體關當中哪部卡米是較好食咧？做翻嚟，做翻嚟。大家都好有創意哦！叫我一出出呢，睇住個拿出自己想法來表現，先來試下風吹嘅來看下咯。好，哎呦，凍醬哦，耶，又芳又涼，謝謝。哎呦，我跟你說，我們是海陸總會耶。嘿，啊，我是海陸槍。來，大家來選哦。有夠，有夠。乾肉哦，凍 Q 湯誒。不會老，嗯，不會老。就像你們兩個一樣，不會老。我80歲了，那麼老了。啊，18歲哦。我80啊，29年的啊。啊，還是92年。青春期92年，還在青春期。 29歲。按你差不多下鹽越好食啦哈。嗯是呀，會越來越後生。啊，食嘅咩真條。難掹啦！cái đi nghiên tốt giống người選我，難掹哦，因為堂主經應講，做得選，當做得選。都是呀。你阿看出來，僅僅有兩組做一圈洞哦，那個十指大洞。你先來，我們現在換吃藍隊，你先。今天建議先，你先。一個一個先。來。哎，副瓜切夾中的哦。係啊，豬肉吃下肉的哦。老師，你新這樣台幣還子可以嗎有？新台幣啊，你糖都做點唔係真嘅。認養啦，認養。我凍好cái ham豬肉，因為吼，cái ham豬我完全冇，我哋完全冇加鹽，cái鹽土我完全係 ham 豬肉來嘅，還有一啲啲嘅調酒，cái ham 土凍自然啦，因為用 ham。好，今早嘅時間來到了，呢個時間呢就先向志良師傅搶本分數。呀，劉師傅搶本分數。怎麼解咧？李師傅，其實有兩版咯，攏是否有特色，當然鮮，但是呢，魚就像你講啊，顏色較好。它重鹹，所以呢，因為鹹豬肉炒一副瓜，真型同好食，真的。以後誰知道你來，全部都是用鹹豬肉跟鹽巴這樣。基本上會得到一份啦。啊，劉師傅感覺咧？我感覺該陸海空凍河，很有誠意啊。空洞那邊。對啊，這個陸海空，我們呢，這樣空啊。空中啊，以後凍肉嘅客家嘅味道，佢嘅豬肉又
入入面。真紧，你还真嘿，紧。入入入，嘿，唔会涩涩冻软呐。嘿，它的苦瓜也味道也是很刚好的。嘿嘿嘿，两队都很好，不说点完题度呢。一毕业唔怕，你下先休息一下，今日看一下刘师傅带了嘛4个料理要搞大家嘞。总谱素卤菜，好，刘师傅今日要带了嘛料理要搞大家嘞？肉片、对，苦瓜、副瓜。川传起来。川鱼咯你。在说文解字吗？对啊，牛片副瓜餐。好，我先来看一下食材有嘛该？食材有苦瓜，副瓜。有凤爪诶，哦，有小黄瓜，嗯，也全部切好了。哦，加铁皮的米丝迄俩，俩油，通系吗？俩系汤，嗯，好，俩系辣椒酱，哦，咩调版哦？唔系辣椒酱，嗯，俩系味增、米浆，米浆俩系蒜头，蒜头，全部1:1的比例。好，肉串啊哈，做得煎，没做得用烤哦。哎，像两肉片吼，都是从是做的麦豆咯。嘿，麦多。哦，哦，韩国人用去看到吗？大家一层一层，一层一层，层。嗯，串起来。哦，唔是完全给起来是做的串哦。要等下，秀起来。看不看你有嘛该做包落去，像我喜欢吃白鳝，没做冰落去。对，对港面哦。我讲面。对，竹笋、竹笋也可以。水里耶竹笋也可以。水里面做的。对另一个对，嗯，这个是我刚包好的。哦，对，哦看上时间。等下会做嘛该煎啊。煎也用煎，没做得用烤。嗯，而且密集度哎，都已经做在上色嘞，对，所以没有影响。跟牛肉熟时候咧。对，肉有熟就好了。嗯，因为昨天到台家看哈，因为它卷起来点油那个时间，该冻瓮哈比较不容易熟，是不是？冻瓮可以呛出来呀，该呛出来弄上色它那个卷起来该冻瓮。这个会等一下就会熟了啦。哦，哎，我觉得它的秘密武器在后来的调酱。是的，哎，前辈应该大家都喊做的做得出来，香料也该是味道的灵魂哦。嗯，好，美丽的摆盘又来了，两妹小兔子。有自在哦。啊，第度嘅冻牛嘅鸭嘅係嘛鸭嘅啊？哎，野姜花鸭呗。哦，哇，这个不要了吗？还有打怂的哦。对，这个可惜耶。学台，你试看。哎，啊，等一下我吃大的。好吃吗？好胖。要不要再摆一个呢？不要摆3个就好，比较好。哦，拍照摆3个，胖好的。而且叶子长度嘟厚。哦，把两点顶个细节了。哇，请问一下旁边的柳丁要？哎，摆盘。哦，完成。好，安永就好些了。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吃得到。今天准备挺多了。好，好，来吃题目。被称为菊花肉的猪肉是在哪一个部位？A 是屁股肉，B 是嘴边肉。很尴尬的题目。好了，先猜拳。哎，要猜拳才长走的选了哈。慢慢的猜拳。好，换。去中间还是回中间？沙条布。强，对，往走近一点，往走近一点，再走近一点点。哎，等一下，两甩。为什么我们赢呢？剑夺杀条布啊哈，来哈。1-0哦。啊，剑夺杀条布。耶！比例了，你们最后一拳决胜负哦。剑夺杀条布。好了，还是要答对。哎，我觉得这题很难呢。 A 也系 B。马兰薯的皮，除了做皮料以外，还有那个用途。猜拳。好，裴荣先，哎，我们身高就先赢了。好，剑夺杀条布。身高没用的。我觉得这题很难呢。 A 也系 B。我觉得是追笋牛。追笋牛。
所以那一张，今天姐，你其实想的是 A 屁股肉的吗？从现那一张，不要犹豫了。是太重要啊，没有这个，哦，给师傅牛系嘛你？要选屁股是不是？好啦，照你的感觉，你自己选。师傅牛，基六想的是我屁股妞。我真的有提醒你好，哦。唔过，我对有做啲先。最顺。唔过，因为基六选 A，我就是做啲先 B 好那能哦。好，睇下答案到底係屁股妞還係嘴唇妞？答案係嘴唇肉啦。嘴唇肉嘅纹路當場菊花啦，耶！看到菊花肉啦。 B 選 A 呢？我选 A 啊 A 是屁股肉呢 B 呀，答案係 B 呢？答案是 B 呀。我是选嘴边肉啊，我们是学嘴边肉，不是选 B 啊，我是选嘴边肉。我來看完該下拍。你看谁转错下了，转错下了。可是我们还是看节目小，因为有些是听障的朋友，他看到的是那个 B。好了好了，让你们吃啊，好了，排泄了。让你们吃，因为我们这里蛮多的。我们哦这个也算蛮多的。来，有六位声音。哎呦，等一下，你看谁跌的哈？来，知道了，吃饭了，好吃了。有枪追水三码都会舔到鱼哦。有吃到苦瓜吗？有吃到苦瓜吗？有，它有性上應該係用剪的哦。我嚟咬下一個時間一盆水呢。这地图有紅椒會出水，小黃瓜會出水啊。它會噴汁呢。佩蓉姐，老太太講要去 Q 咁樣班，哦，好吃。好吃都三碼會你咪囤到聞到一魚。我就係啊，翠龍姐咧，當清甜，嗯，又當涼，又苦瓜咪，當到你有吃到小黃瓜咪西嗎？有，當脆，當菜。懂車。 OK，好，啊師傅咧，哦，你沒吃完，苦瓜的苦有嘛？老葉、紅椒的甜，個小黃瓜切，個加上個牛的甜味，佢會轉甘，轉甘甜甜。苦瓜唔會苦，一點聲音就會倒開色。真的。我只是覺得很退火，小黃瓜到苦瓜都很退火。你做在做烤肉的肉串呐。你天改去這凍好食了哈，我們再吃一口來。好，剛剛前輩比賽呢，係一比1咯，然後呢，大家集中精神來咯。最杯民意館呢，誰來進行最杯民意館的比賽？愛係太祖譜，用嘴運用接力嘅方式，運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總譜實天愛做嘅菜色。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用嘴咁嘅言語太緊張嘅，殺亂盤盤喎，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，而你誰來上菜了？哇，姊妹熱關你吼，係唔是甜甜嗎？吼，好然後打開來吼，睇下菜上下，今日最妹嘅主題，韓庭嘅料理，食菜係嘛嘅東西哦。好嚟。哎呦，馬蘭薯，有個馬蘭薯呢，一條老太家講一下，其實呢台灣家因為有個 WTO 過後啊，有個生米嘅人越來越少，因為家私呢又越來越大，故所政府呢就幫聽各位農民朋友呢，用下來合作，種越來越多有個馬蘭薯，故所呢台灣嘅馬蘭薯會也行愛少按度，行家要好食，就會留成功也到嘢嘅農民朋友，叫下來做合作嘅哦。今日我哋主題嘅料理有係嘛嘅東西我啊？做乜嘅咧？今日做較無營養嘅，哈，做蘿蔔乾馬鈴薯煎餅，煎餅，哇！哇，你用嚟做啊？煎餅誒！加3隻蔥點，鐵隻蔥點，馬鈴薯同番薯，盡量切較幼啲位，咁樣煎較好煎。啊，那我跳過這一步。天一隻蔥點呢，就係其實東西當簡單，就切以後，所有嘅東西落向下去煎，按煎嘅時嘅攪粉加下水當蔥油，調色我軟綿綿，假使調炸我煎唔開，係咪？啊，鐵實隻蔥點就係火候，一油要拉少，落去煎，就會拆。哦，啊，如果材料呢？蔬菜呀、馬鈴薯、老番薯，其他嘢就要用刀啊、用切啊、用藥切較發揮。都做得。嘅唔係當蔥點。好，總共係用剪的啦，哈。三大重點。出題目，我先做答案哦。馬鈴薯嘅皮，
除了做皮料以外，还有那个用途。A 驱赶蚊虫 ，B 清洁除垢。 ID。我不是我回答。好，先来猜拳。先来猜拳英法气候哎，好了。猜拳。好，裴荣先，哎，我们身高就先赢了。好，剪刀三头布，耶！身高没用啊。来站回原位。好，我先嘛该。噔噔。 B 没错很口听哦。哎，大白都做一下这种事情。好吧。羞羞啊，总得偏激咧。好啦，你们眼本身上讲会选 B 啦，不过你们记得选 B 咧，要就是走的选 A， 要确定哦，每一个人每一面都确定哦哈。哦对 B， 哦，口听系确定 B， 了清洁除垢，我哋要选 A， 冇办法啦，好啦。切很多 B。好，都带答案黑嘛该嘞。好，答案是 B。 Yes yes。肯定啦，会啦，不过做乜嘅咧？因为马铃薯的皮哦有淀粉，它可以吸附油垢，所以都可以有达到清洁的效果。哦。该 P 了。啊，耶！感谢啦。我们等一下肖胜的皮可以给你啦。把我吸掉。对。好，30秒摩擦啦哈。哎，你有生没有用懂天。记得哦哈。好，等下就水了进行比赛喽。好，等下吹吹刚刚都太嘎都有糖豆，我觉得呢，应该可讲泡菜啊，你们有吃泡菜吗？有。泡菜还用泡味呀，还用碱呢，就像黑我们是跟木瓜饼、木瓜碱啊，给台湾还有种反瓜拌用碱、偷梨反瓜这样拌中药。当然呀，就先来泡给马铃薯的部分，佮等下调粉、裹粉也给唔要用么？不会。不会吼，咁冇问题。好，好，等下水就来浸好喽，计时抢开始。帮我刨皮，对，呀，刨刀，我小刨刀。呢，看我跑呢。哎小心了哈。好，我就先弄下好了。你看马铃薯皮熟后，应该要浸下水，无等下会糊脱咯。好，是咯。哎，你也冇看痛球哦，要不要看痛球啊，玩 V 哦，你哋看北。民主慢慢小孩的，你看薄切啊，你收几下。好 ，OK，拜托一下哦。唔是按上啦，唔是按豆啦。哎呦，哈人英他赶紧。好，时间不多了时。间到了，抱歉。 8、到了就我们自己吃吧。 一个人哦。 6、我先，秋荣姐。 7、3、2、耶， 1，时间到哦。欢迎呢。哎。哎，师傅，你有该饭酥哦，切饭去后会进水吗？它那个外面那个淀粉，番薯看不是马铃薯说，哎，我打马铃薯马铃薯会先进水，吼，等下就水吼，等下会进水，让人家讲哦。好，可以做。我负责。人家边边没看到球呢。急死！他说他急死可能了。看两球了。哎，你有不？你这边看。哦，我在这边我压力也很大。现在啊，哎，现在先泡一下下水。这里吗？张默先走。就，妈你是杀走哦。第3赢做的呢。会不会唔拉？这没有人可以吃哎，这可能剪2片而已。番薯够一些的。我觉得都全部切下去，因为那用懂像我们拉伸呢，够。妈，你拿快耶，快耶！快！哎，怎么刚刚老人又尬腐呢？秘密。要做面糊。番薯跟老。哼。点嘛该？起司。那个嘎。等下。嘛该剪一面剪吼，不用变面噶哈。用它自然的热度溶开的。对。好。其实我搅落去，姜啊姐妹做的，搅落要做的吼。所以要本去去甲发皮啊。你自己口听了吼，你自己发挥，因为加落去，它系等下全部讲落加。大概可能水唔拉哦。没总得冲到吼。更嚼更宽啦。太少。啊，菜头个唔是切的吼，唔是剁哦。唔是，该系麦片的。应该还没。该搅该面粉个须这会加埋调味吗？胡椒粉。要加调味料吗？一些盐。胡椒粉。唔可以加盐唔怕啦，老皮管有鹹，其實是沒有鹹啊，其實是有鹹的。老皮管有鹹啦。哦，所以你唔是咁的哦。胡椒粉呢？胡椒粉啊，媽。胡椒粉做得啦。叫你先先過去的哦吼。唔天天在做。好，加油！太少了，面粉太少了。该水嘅量吼，都要緊哦。我们煎的会很少哎。唔怕，那记得表演该卤皮管啦，OK 哦。卤皮管呢，菜头管咱有哦。量不是重点，好是张开重点。好。 9、
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请换棒，第3棒，翻面拜托。应该是要翻面的时候才叫我，对，翻面的时候才叫才可我。以表现一下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拜托一下，可以帮我冻结时间吗？冻结时间。冻结了时间。一邊唔過來，哇！讲怕会删的嘞，一邊唔这没有過來。办法。动线了！哎，你换棒，第3棒。啊，換班棒咯，了，换棒王英了哦，王英了，金连接，王英了哦，你刚才说 give 连接吗？金连接。哎，调照嘞，太少，面粉还会多，哎，可以加水吗面粉要多一點啊，然後水多一點。嘿嘿嘿。我較先食嘛，等一下，假使記得講時間到，應該講時間冇到，芒豆啦，冇到。嘿，我放我先快樂去啊，我可以打我先俾食。慢來慢來打當無錢。我會幫你自家形狀吼。誒，記得該該切切它頭就不用下去哦。你看，你會不用買個蔬菜。哦，那條沒切哦。你为什么要讲？我就想說，說不定你可以放後面呢。我你不用買個蔬菜。全部放下去了。好像好，我们等下再过来了。好加油喽！我可以二鱼食哦。哎，鱼燒怎么会不会太多油？有啊，也係會變一條條。你們的會不會水水啊？没有，你要加几条，按钮几条，哦，幾條，对不对然後一剪？可是我有一个提议，嗯。我们有厨師幫我哎。哦，先不對啊，忘記了，來拍，秀魚落嚟。对。哎，帶咗去做紀念哦。好，先去好，來。来，你說一下，廚師天數愛。廚師天數啊，必須開始。加油！因為師傅讓你騰訊嘛，該。哦，同埋天數用了錢，你有會睇到嗎？他們會太水嗎？會太水煎的問題。就水哈。啊！我們煎大餅。係啊。哦。哎，姐妹做得。哇，那這個翻30秒咯面翻面要技巧。加油！翻面拜託。應該是要翻面的時候才叫我，對，翻面的時候才叫我。才可以表現一下，對不對？對，真的拜託一下，可以幫我凍結時間嗎？凍結時間。凍結了時間。凍結。啊，那個冇表現的幾飛啊，有冇？有啦，你漢子有表現呢。媽媽唔會剪嗎60秒6成。你要問媽媽會翻面嗎？嗎？啊，他係調油的啊。哦，叫來一真的邊先超油，變一下超油。他就幾多時間？跳20秒，20秒。下次記得跳油會放，它就不會擦擦啦。哦，了解。我是調油哦，不給擦擦喲。開櫃仔要叫是咩好叫？對。 10、9、8、7、6、耶！ 4、啊，穩了啦。 3、2、1，好啦，功成身退。這個火幫你轉中小好，火。感謝。好，對，哦，你看，你看這個面糊嘟嘟厚哦。嗯，這個比較。這個比較剛好，沒有那麼濕。趕快趕快。哎，老師建議一下，你下個時間為大火還是小火啊，？大火你。下太大火，大火你。的油色都一打，你就變到哪？你太小火，等一下兩個師傅就大火，火大哦。不會啦。那我的要怎麼調？這樣很小哦。按加，那對不種東對？西按加。那剪給我濕到油。啊，你看，等一下啊，翻面的時間。時間要天數等一下，還忙呢。你好哎，我揾師傅嚟哦。係啊。你確定哦？嗯。好。去中間，這個是共識嗎？好冇？做得啦。好，好。拜託，好，講一下，講一下。意思，搶開始。養多嘅啦。它已經動了。不沾鍋。好好好。計時開始了嗎？冇甜筒啦，加出鹽呢冇看到啊，係啦，冇甜筒。一邊唔過來。哇。講怕會散的嘞。嗯，一邊唔過來。這沒有辦法。動線了！哎，今天動力魂呢？啊，你的手要繼續動作呢。超越徐師傅了。真的嗎？謝謝。慢動作，慢動作。 溜溜溜。 3、2、1，溜啦溜啦。有值得，有值得。真的嗎？謝謝。太帥了！今日最帥。小火一點點煎給他焦。呀，都細細波等佢剪，謝謝佛，本機照照。這邊挑來，
哎，你刚才真的很强哎，真的吗？那个在要扁的时候会用的扁，什么关键？关键是什么？关键就是要用爱心去做，它就会很有爱。出皮香味，就鼻头是用味了。不要是班的啊，就当你我还以为是闻到秋蓉姐你身上的香味。都有香妃吗？有，你是香妃，好多蝴蝶。好，我们过去了，开始了。怎么变嘛？哎，你的颜面还剪冇啦？还有颜面剪还冇啦？等一下靠个人造化哦哈。好，等下張鐵變過來，我哋變。还是太多油了。哎，起司哦。係啊，用咗雙杯。哎，師傅不用起司油温可以，你在另外一面油温可以高一点。哦。我们想办法把它救回来。係。等下以後咪要嘅捏皮落，當個變。可是我们现在变面不是会粘锅吗？嗯，起司有黏手。等佢油温较高一些以后，等下让它变。哦。可是变的时候你有把握吗？可以再幫我。溶嘞，摸嘞。叫師傅。其實第二次很好翻的，因為伊幾塊是硬的，青藍飯係鐵白米一樣一樣，然後冇變，所以兩組都用對時間了。對，還好沒有丟臉，很會算，無顏面對向東父老。運動差唔多嘅給你決定了，我們要過去了。你翻來我們就過去哦。1、2、3。哎，我好喜歡你的抖音哦，這個抖音很好。1、2、3。哇，厲害，這個漂亮，這漂亮。等下set動好快。這可以。還有切，好不好？你要小心這一面不要焦掉，幫你轉小火。你下一面的更漂亮就 OK。夾勾起嚟，夾勾起嚟。可能一下都好你咧。要偷偷看呢。可以有講嗎？有。我們剛剛是有自己翻面嗎？對啊。哦喲，看多。哦，冇看到啊。要不要再翻一次？因為他的請你也欣賞嘞。其實會黏。好係嗎？嗯。啊，裝起來嗎？你看一起看，這個哎，要倒數哦。因為走在一起看，這個邊邊的你試試看有沒有鬆。我拿快看有鬆。可是它沒有關火啦。還沒關了。試吃一下好不好？可以。請隊長。讓你吃。隊長試吃，嘿。哦。有沒有熟？8分。小夾手指。好。嗯。好燙哦！我做啲建議一下麼？好。因為吼，該鹹醋，冇麻醋來啦，做啲加胡椒粉麼？哦，你弟弟畫龍點睛一點。好，等下我倒數了。好。好。來，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打者資深康納列管底度奈布卡張海列太重負咧。哦，你下嘅呢真叫冇人過喲，唔過你看起來風吹老南吹全部都見到動靜，從喺嘅港邊強喲。好，現在你風吹開始來食咯。冇問題，來師傅先來，動搖哈。是不是我們吃他的？嘿，這是第6哎，他先吃他們的，再吃我們的。好。噴噴的，很扎實。米頭當有辣哦。哦，你們兩個交頭接耳哦。哦，他長得長啲。有這個對，味道很回龍街。我們氣勢用咗雙杯。就給。啊，俺冇食到。氣勢給小米。那氣死了，真的是。回龍街你感覺咧？切哦。啊，去龍街咧？大概比我們的更好吃。哦。哎，等一下你們吃了我們的可能會覺得他的真的很棒。哦喲，凍過嘅拼粉哦。都係我嘅好朋友。好，沙倫呢，不要吃薄片的，吃薄片的來對了，可能。薄片的。我愛到一種扁啊，扁是平平那樣啊吼。去龍街。你對自己太謙虛了。你有食過嗎？食過。該 Q 佢咪凍扎實呢？現在來壓好了水。比較厲害。好。冇 Q 用嘅感覺呢？層次看有。好吃。好吃。好冇？係咪凍好食哈？有。
來演法前今年前知道咧，啊，好順啊。但係呢一邊教起來發嘅。哦，用茶都好順啊。不想樹皮。都是有嘅哈。係啊。阿俊發姐咧，你感覺咧，喺呢度做嘅。食嘅面是凍度好啊。樣樣咩凍度好。正經係當好食，也有一種客家傳統嘅媽媽會煎拌的類似的米頭哈。好，呢個時間呢就先請李師傅搶本分數。他剛才前面也是選你們哦。等下，還唔啲吼，劉師傅搶本分數。搶公平，給我們一個交代。今天兩個煎餅都做的都懂有層次，但是呢，做蔬菜鴉片那個番薯啦、馬鈴薯的嘛，伊煎得有透，有差。鴉片呢，較無按透，但是摸尾較小，底杯無按透，鴉片較透，較肥些。劉師傅咧，我咪係安尼嘅感覺，問題葉片未煎來凍好，煎來凍好，加個番薯冇凍熟透啦，要都要提示切香醋一啲啲咧啦，葉片呢凍度好，加幾多個起司攪落去嘅米絲，唔會香鹹，唔會香淡，佢撒的胡椒粉。有夠味。好啦，勇氣主動會啦，主動會啦，必須行係要素養，咁呢兩關考來呢，藍水得到3分，紅水得到1分。恭喜藍水得到加財金3000K，恭喜恭喜！好，我們這邊被等候哦，有這個不粘鍋的廚具6件組，哎呦，恭喜！哇，真緊凍吼，今日凍飯期啦，糖都凍到個小上啦吼。想問下，今日秋龍姐參加嘅心情係乜嘅？感覺到呀節目做得真好，本來有參加呀 PK 啊，比賽，當好啦，就安尼。哦，真緊凍吼，他就看到你哦這麼漂亮，他就一定要給他照一下。哎呦，特別鞋子，真大腿呢哦。跳交際舞的時候的，站3、7步哎。阿培榮姐咧，今日參加嘅心情，嘅感覺師傅哦，夠厲害，係啦，嘅感覺嘅徛嘅冇殘啊，比徛比個重啊。真的。好啦，今日真緊凍飯期，恁嘅兩沙總隊都會參加吼，得到獎金吼，實至名歸，恭喜恭喜！好，來睇下今年媽媽老太家來分享一下要不要參加嘅心得。哦，參加我講安尼，伊有成績，以後我們是參加第一擺參加。第一擺就得到第1名，和2擺得第1名。係啊，有跳嗎？謝謝，有啊有跳，謝謝大家，謝謝你主持人，謝謝你們。好，那演法子咧？哦，我做我咪講過嘅嘛哈，睇下咪講過，是喺當歡喜來到也帶錄下節目哈。啊，我就我老阿咪挑地，我得到3000K，因為海北韓國做得到。跳身模一樣嘅啦，跳身模一樣。人家叫做帶轉去慢慢地用做經驗，但係做人前面上，而家前實體就冇嘅。你前上來 Q 用啊！好啦，到時蒙太子家叫咩來參加呢啲比賽，可以按好各行各業嘅牛人全部都來到一家之主來 PK 做料理咧。係啊，還有吼凍難啲吼，做啲凍飯有啲主機吼，糖都凍夠在小上，所以還是可以聽到兩組來一個大笑嗎？好啦，TJ 兩個節目是按飯期嘅節目，希望大家選夾夾來報名哦。蒙超一家之主，等等你出現哦，歡迎來報名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